后来继续来看台中营总响应世界解封的活动，提供一台检测的仪器，只要分开，就当分析肺部的年龄。有不少的民众当场来做测试，拢错一条。譬如讲，有一个60外岁乡亲，一个盆肺部的年龄竟然已经114岁。肺龄135岁，有点偏高。会不太好。对，会可能平常要多运动。 要活到100岁无简单，但这位60外岁阿嬷，伊的肺部已经135岁，连检测师嘛提醒肺功能衰退。再来有食薰习惯的男性民众，一测出来肺部比实际年龄老10外岁。对，我今年才44哎。对，所以你抽烟早点戒烟，我肺龄少活了10年多，所以要不要考虑10年了？ 肺部功能是不是正常？表上感觉未出来，但是透过仪器检测有实际数字，互你看清楚家己的肺是少年也是老。肺部已经年龄50岁，但你本人只有20-30岁的时候，就表示说他可能第一个就是你的肺活量已经下降了。那肺活量下降有几个原因，可能是第一个你的力气不够，或者是你的肺的容积因为发炎的关系受到了影响。提醒，比方说我们可能要开始做戒烟。除了改掉歹习惯，调整生活起居，医师讲，我较接运动。就会当互肺部少年，千万唔通20-30岁就有一个老大人的肺。